你學識咗呢五大境別咧，咁你拍視頻咧就好似呼吸一樣咁簡單噶啦。咁呢五大境別咧分別係遠、前、中、近、特。咁你學識咗呢五大境別咧，拍視頻就非常之簡單噶啦。今日咧我就出一個詳細嘅教程，你一定要認真睇喎，唔好辜負我一番心機啊！我哋而家嚟拍第一個境別。第一個境別咧就係叫遠景，遠景咧就係展示環境大、人物細嘅。咁我哋將個支架調到腰部，電話對住胸部，然之後點開始對住呢個電話向前行5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。咁呢個咧就係環境大、人物細嘅。咁呢個咧就係遠景啦。咁第二個境別咧就叫全景，交代嘅咧係環境細、人物大啲。咁個支架咧保持喺呢度，繼續唔喐。點開始？咁向後行3步，1、2、3。咁呢個咧就係交代人物大、環境細嘅，呢個叫做全景。第三個境別咧就叫中景，中景咧係拍攝人物嘅膝頭哥到個頭上邊，咁個頭頂上邊咧要留翻一個拳頭嘅位置。支架咧要調到胸部，電話咧同個膊頭對齊。咁我哋點開始？咁向後行1步半，1、2。咁呢個咧就係中景啦。中景咧係交代人物嘅膝頭哥到個頭頂上邊個位置，頭頂上邊咧要留翻一個拳頭嘅位置。咁呢個咧就叫中景啦。第四個境別咧就係近景，近景咧係交代人物嘅腰部以上，咁強調面部嘅表情。支架咧依然到胸部，電話同個膊頭都係平齊。點開始？咁我哋向後行半步。咁呢個咧就係近景，近景咧係交代人物嘅腰部以上，要睇到人物嘅面部表情。呢個咧就係叫近景。第5個境別咧叫特寫，多數咧我哋拍攝腳部嘅特寫，或者面部嘅特寫，或者某一個物體嘅特寫。咁將個支架調低，將個手機調到45度，避開個支架。點開始？自然咁樣行。咁呢個咧就係特寫啦。你記住佢，翻去咧反覆練習呢5大境別。咁你將呢5大境別咧切換嚟拍攝，記得關注好畫面要留白，構圖個比例要合適，記得點讚收藏好。翻去得閒嘅時候再慢慢去練習。